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十分好書，一個結合 AI 工具嘅閱讀試身室，每日10分鐘，輕鬆揀出最啱你嘅好書。大家覺唔覺得現代人為咗健康、為咗減肥，真係將自己逼得太過緊要？落到健身房，唔係跑足1個鐘，跑得大汗淋漓，就係舉鐵舉到面紅耳赤，全身肌肉酸痛，到第二日連落床都成問題。教練喺你耳邊大叫，唔痛就冇收穫，你要拼命先可以成功。但係你有冇發現，你日日咁樣爆肝死撐去運動，結果個體重依然係毫無起色，個人反而日日都覺得好攰，精神好差，甚至成日受傷。難道要擁有健康強壯嘅身體，就一定要經歷呢種地獄式嘅折磨咩？今日要同大家深度導讀嘅重量級好書，叫做《懶惰使你更強壯》。作者戴夫亞斯普雷係全球極之出名嘅防彈咖啡創辦人，亦都被譽為生物駭客之父。佢曾經花咗幾百萬美元，用自己嘅身體做過無數嘅前沿科學實驗。佢喺呢本書入面狠狠咁刮咗傳統健身界一巴。佢話俾我哋知，你以為自己好勤力去運動，其實你嘅身體只係覺得自己遇到災難。真正最頂級嘅養生防病方法，唔係要你用蠻力去死做難做，而係要學識用最聰明、最省力嘅方法去欺騙你嘅身體，等佢主動變強。今日就等我哋一齊解鎖呢套科學化嘅懶人強壯法，用最少嘅力氣，活出最巔峰嘅狀態。第一部分，大腦底層嘅肉體作業系統。要學識點樣聰明咁懶，我哋首先要拆解一個身體嘅奧秘，就係作者所講嘅肉體作業系統。好多人以為我哋做任何決定、做任何動作都係由我哋嘅意識主導嘅，但係腦科學家發現喺你嘅意識做出決定之前嘅零點幾秒，你嘅身體其實已經做咗反應。呢個負責喺幕後操控一切嘅系統，就係你嘅肉體作業系統。佢係由你身體幾萬億個線粒體同埋神經細胞組成嘅。呢個系統只有3個核心本能：第一係逃避危險，第二係尋找食物，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就係節省能量，即係天生嘅懶惰。因為喺幾百萬年嘅演化過程入面，能量係極之珍貴嘅。如果無端端消耗能量，人類就無法生存。當你走去慢跑1個鐘，你個意念覺得自己好有毅力，但係你嘅肉體作業系統會點諗呢？佢只會覺得死啦！呢個人連續走咗1個鐘都唔停，一定係遇到饑荒或者係俾猛獸追殺緊。為咗保命，佢會指令身體調低新陳代謝去慳電，並且瘋狂囤積脂肪，同時會釋放大量壓力荷爾蒙，令你大腦覺得好攰，想食高卡路里嘅食物。所以你以為你喺度減肥，其實你係喺度同你身體嘅本能對着幹，結果當然係你輸得好慘。要變強，你就必須要順應呢個肉體作業系統嘅天性，用佢聽得明嘅語言去同佢合作。第二部分，用最少有效劑量去欺騙身體。咁肉體作業系統聽得明咩語言呢？答案就係最少有效劑量，即係用最精準、最微小但又最強烈嘅刺激去啟動身體嘅適應機制。作者提出咗一個極之高效嘅運動法，叫做高強度間歇運動嘅升級版。你唔需要跑1個鐘步，你只需要用一架特製嘅單車或者係空地度，用你全身最大嘅爆發力，全力狂奔20秒。呢20秒你要去到極限，令到你嘅肉體作業系統大叫救命，覺得如果唔將心肺功能同埋肌肉變強，下次就會死。然後你即刻停低，慢慢深呼吸，等心跳回復平靜。每次練習只需要重複2到3次，成個過程加埋唔使10分鐘。呢個短暫而極端嘅壓力刺激，會向你嘅肉體作業系統發送一個強烈嘅信號。因為你好快就停落嚟，佢會覺得危險已經過去，大腦唔需要進入慢性壓力狀態。但同時為了解決頭先嗰20秒嘅生存危機，佢會喺你休息嘅時候，默默咁幫你增加心肺容量，合成肌肉，而且效果比你跑1個鐘步好幾倍。呢個就係利用大腦嘅適應機制去偷懶。
你用10分鐘嘅時間就達到人哋做1個鐘頭運動嘅效果，呢個先至係真正科學化嘅高產出運動。第三部分，生物蟹客嘅精準營養傳輸學。講完運動，我哋嚟講下飲食同埋營養補充。好多人一話要養生，就會去買大堆維他命、鈣片或者膠原蛋白翻嚟食，覺得食得多就一定有用。作者一針見血咁指出，呢種冇策略嘅進步，根本就係喺度交智商稅。你食入肚嘅營養，如果冇正確嘅傳送工具，身體根本吸收唔到，甚至會變成垃圾同埋毒素積聚喺體內。作者最出名嘅研究就係教我哋點樣利用脂溶性維他命同埋礦物質嘅協同效應去幫身體導航。例如，好多人補鈣係為咗骨骼健康，但如果你淨係食鈣片，呢啲鈣好容易會喺你嘅血管壁上面沉澱，搞到血管硬化或者生結石。真正聰明嘅做法係要將維他命 D3、維他命 K2同埋鎂一齊補充。維他命 D3負責打開大門去吸收鈣質，維他命 K2就負責做導航系統，將呢啲鈣質精準咁運送去你嘅骨骼同埋牙齒度，而鎂就負責幫肌肉放鬆同埋穩定心跳。作者話，當你學識咗呢種精準嘅營養配搭，你根本唔需要食好多補品，只要用最少量但係最關鍵嘅元素，你就可以幫身體建造一個最堅固嘅骨骼同埋免疫防護罩。呢個就係生物蟹客最神奇嘅精準營養傳導學。第四部分，主動休息與修復你嘅自律神經。呢本書另一個極之令人振奮嘅觀點就係休息唔係罪惡，休息本身就係一種需要被鍛煉嘅高級技能。現代人生活喺一個極度嘈吵嘅時代，我哋嘅交感神經長期處於戰鬥狀態，大腦無時無刻都喺度漏電。作者話：真正強大嘅人，並唔係佢哋工作有幾搏命，而係佢哋可以隨時隨地將自己嘅大腦由戰鬥模式切換去放鬆模式。佢教我哋可以用一啲科技手段，或者簡單嘅正念呼吸，去進行自律神經嘅修復。例如，當你覺得好焦慮，個腦好塞嗰陣，唔好夾硬死頂。你可以做5次極之緩慢嘅吸氣同呼氣，特別要拉長呼氣嘅時間。當你呼氣嘅時間長過吸氣，你大腦嘅迷走神經就會被啟動，副交感神經就會開始接管，令你嘅心跳減慢、血壓降低，幫大腦散熱。作者亦都非常推崇神經回饋訓練，教我哋去觀察自己嘅腦電波，學識點樣主動去產生代表平靜同埋創意嘅阿爾法波。當你學識咗點樣快速充電，你嘅睡眠質素會變得極好，第二日醒嚟自然精神抖擻。做一個懂得以靜制動嘅人，你嘅專注力同埋抗壓能力先至會超越常人。第五部分，總結與行動指南。好啦，又到咗我哋總結嘅時間。懶惰使你更強壯呢本書，幫我哋大腦進行咗一次徹底嘅系統重裝。生物蟹客之父戴夫亞斯普雷用科學實證話俾我哋知，自虐式嘅努力係行唔通嘅。只要我哋學識去尊重肉體作業系統嘅天性，運用最少有效劑量嘅高強度間歇訓練去刺激身體，配合維他命 D3同 K2等精準營養配搭，並且主動去修復自律神經，學識深層放鬆，我哋就可以用最少嘅力氣，達到最強大、最結實嘅抗衰老效果，做一個精緻而又強大嘅科學懶人。呢本書我會極之強烈推薦俾所有想變健康，但又唔想花大量時間喺健身房死操爛操，成日覺得個人好攰，或者對前沿生物科技同科學養生有興趣嘅朋友。佢會幫你徹底擺脫傳統觀念，施加喺你身上嘅內疚同埋疲勞，用最聰明嘅方式去愛護自己。如果睇完今日呢條片，你只可以選擇做一件事嘅話，我俾大家嘅行動建議係：聽日開始唔好再逼自己去做1個鐘頭痛苦嘅慢跑，試下落街下一條安全嘅斜路，用你全身最大嘅爆發力，全力向上衝20秒，然後慢慢行落嚟，深呼吸休息1分鐘，重複3次。
親身體驗一下呢種10分鐘嘅精準壓力刺激，點樣幫你快速喚醒全身嘅細胞，重獲久違嘅活力。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喺你過去嘅養生或者運動經歷入面，你有冇試過邊一啲方法係你做得極之辛苦，但其實最後發現完全冇效，甚至令你身體受傷、中伏嘅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慘痛教訓，等我哋一齊用科學嘅方法解放自己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請俾個 like 同訂閱，亦可以使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繼續製作好內容。